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2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交通的消息。这几天，东北部因为雨路真粗，台铁瑞丰到高东站，昨早发生有土石大面积崩落，加载公务单位有量早甲后壁的区间的车提早落来，才无发生意外。那这崩落的范围有3800立方公尺，遮多。即马树南往回宜兰、花莲、台东的列车拢总停驶，打算要等到12月初8透早5点，才有法度恢复单线双边通车。几落台怪手透明伫咧清理崩落土石，交通部长林佳龙随时暗时到现场，关心现场人员的安全甲保暖。台铁交通到瑞丰之间，因为连续几落天落大雨，边坡的土石崩落。目前树南来回宜兰、花莲、台东的列车停驶，要到后礼拜2 12月初8才当单线双向通车。我们同仁有预期在4天内能够抢修完成通车，但我跟他们讲，这个因为整个边坡的状况还不稳定，务必要确保抢修人员的安全。那当然时间上能够掌握是快当然是好，不过宁可做到这个安全无虞。林佳龙讲，这边台铁有做到标准的作业停驶，才有法度伫咧土石崩落时阵第一时间有警停驶。初4早起，这台区间车就是动来闪过败马危机。宜兰交务单讲，这几天因拢有伫咧监控边坡的情形，即马东部干线未通，佮拄到拜6礼拜，民众的行程拢拍乱去。天后因素造成活动瑞芳之间路线中断，往台北的旅客请在罗东转乘国道客运。台铁花莲站有真侪要上北的旅客，站务人员加强广播，真侪要去台北的人到车站才知影讲路未通，赶紧退票改去坐客运。突然就说那个铁路就是不通，然后的话就没办法。火车只开到罗东啊，然后就不能直接到台北，我们就来搭客运。刷来3天，东部干线无法度正常来回，交通部只是公路总局协调客运业者加班，台北到罗东。拜5初4是无限次的发车，初6礼拜休假也会加班疏运上北的旅客。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苏果百货经营权这案，逼出有立委集体食钱贪污。台北地方法院昨是提审被羁押的立委陈超明，也有伊的助理牛文义。法官即马是认定讲，这证据调查完毕，两个人已经无串证的可能，裁定陈超明以500万交保，牛文义150万交保。那张超明伫咧行出法院的时，是强调家己绝对是清白，佮讲要废除政治现金法。谢谢大家的关心，我绝对清白，我没有任何贪污。给我休息一下，我会到立法院开记者招待会，谢谢。因为贪污案被羁押超过4个月，国民党立委陈超明500万交保，伊强调家己是清白、合法收政治现金，也佫讲要将政治现金法废掉。伊的助理牛文义是150万交保。有没有收贿拿钱？为了要抢苏果百货经营权，逼出立委集体涉贪案。台北地检伫随时提审在押的陈超明甲牛文义。也团涉嫌行贿的前泰流董事长李恒良作证，查清楚透过白手套过去名间立委交涉，伫立法院开公听会过程，陈超明被控以政治现金的方式收100万，伊的助理牛文义被控收50万。法官认为陈超明、牛文义虽然否认犯罪，不过两个人所犯的罪，事实证据调查已经结束，无串证之余，裁定两个人交保。苏果案目前在押的立委，也有廖国栋加民进党的苏定清。记者综合报道。那今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报纸。先来看《澎湖日报》。台铁瑞丰到高东的路的昨因为土石大面积崩落，有2班火车紧急停驶。即马台北往回东部的火车拢冻点，打算要到后礼拜2透早才有法度单向通车，恐惊会有20万人受影响。来看《联合报》。
教育部即马拍算要修法，未来准若有幼稚园的囡仔有受过家的情形，或者是幼稚园有损害幼囡仔和家长权益的做法，就会去罚罚钱，而且爱限期改善。这罚金的部分会加出10倍。啊，那这个草案即马已经报请行政院审议。来看《中国时报》。昨这股汇拢起，台股收跌了14132点，佮创下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另外，代表外美金的汇率也是这23天来上悬的，盘中捌来到28.25块。不过，落尾中央银行有日盘护盘，最后是收跌了28.521块。再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咱增加4例经过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其中有1个是无出现症头的印尼移工，另外3个是对美国回来，的。美国来这3例内底有1个是90多岁的欧吉桑，伊也是即马国内年岁上大的确诊个案。国内新冠肺炎个新增加4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其中2个人是外国籍，第688例是印尼籍30多岁女性移工。今年11月13日来台湾做工课，入境到当时无症状，14天的检疫期满进前采检是阴性，后来因为雇主要求，由中人安排去病院自费采检才确诊。第689例是法国籍40多岁男性，有台湾的居留证，11月23去美国做工课，因为去互毒蜘蛛咬着伤，伫咧当地病院就医2届。11月30日入境台湾，伫咧居家检疫期间，因为咬着伤的部位无爽快，卫生单位安排就医而且采检，后来才确诊。因为个案伫咧台湾并无接触史，伫咧美国感染的可能性较悬。在美国的当地的医院的急诊室去就医2次了啊，那所以等于是说，他的暴露风险可能就比较高。另外2个个案是本国籍，第690例是20多岁男性，今年8月份去美国读册，11月30回来台湾，居家检疫期间出现症状，就医采检才确诊。第691例是90多岁男性，无定期伫美国甲台湾2个所在住，今年11月初去美国，11月22回来台湾，嘛是伫咧居家检疫期间出现症状，送病院检查了后发现有肺炎，通报采检才确诊，而且这嘛是目前国内确诊个案当中年岁上大的确诊患者。他目前没有插管，那住在负压隔离病房的加护病房，那目前也是确定病例里面年纪最大的。指挥中心表示，第688例是因应11月27日印尼专案伫咧检疫期满采检确诊的第3个人，目前已经列出个案接触者52个人，其中47个人是共宿舍移工，当地评估接触的状况，还有采取相关的防疫作为。其他5个人是中人甲专车司机，嘛在做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后里有一大座喙暗机械厂房，即马被撞到，讲伫咧网络卖假的医疗级喙暗，碰碰讲家己是喙暗国家对机械的制造商，生产的煞拢是无等卫福部医疗许可字号的喙暗。刑事局已经伫咧厂房查扣115万地的喙暗，不过即马流入去市面的已经有1000万地。查执人员到这铁片厝厂房内底生产线摇咧等，喙暗成品以纸箱包装，随时准备出货。现场查扣115万片，虽然应付 MIT 更新暗，阁全部拢是无经过核准生产的喙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接到情资，有人伫网络生产品质真歹的喙暗，顺线对查伫台中后里的厂房。警方表示，姓王嫌犯等3人原本是喙暗机的制造商，暗过私下生产碳薄利。测试制造口罩的良率为有大量制造口罩，并谎称是医疗用口罩。那他一台口罩机一天大概可以制造3万多片的口罩，那他有12台，一天大概可以生产大概50多万片的口罩。警方调查，嫌犯为7月开始透过网络以每片4.3转卖讲是医疗喙暗互顶手，消费者买价小是每片6块。专案已经违反进行特别条例，由司法加早期罪嫌法办。卫福部的医疗器材的字号。同时呢，还要有制造日期跟保存期限，还有厂商的制造厂商的地址。
药师表示，通路翠暗分成阿巴庄加5片的茶庄，拢有许可2号厂商名字加保存期限制的资讯，亲像50片透明塑胶茶庄的大部分是流露无清楚的翠暗，消费者买进前也是分得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 ，COVID-19 的疫情对去年爆发到大尾一冬。即马外国媒体是报讲，中国伫咧疫情拄开始传时阵，就发生当地有试剂的检验公司误说中国疾病预防的控制中心，互品质歹的试剂，假做是官方指定用来检病毒的试剂，转互防疫的工课出现空棚。那香港的疫情即马也无缓和的现象，昨是阁新增加112例。新冠肺炎疫情伫咧全世界滚搞，外界大部分拢甲中国当作是上早出现疫情的国家。外国媒体美联社最近嘛公布中国内部的官商勾结，可能间接造成疫情大爆发。Only rely on smaller number of the companies provide the test kits. 美联社报道，疫情初期3间小型的检验体检剂公司，误说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假做官方指定的体检剂，毋过品质真歹，无法度验出病毒。至于1月初5到17之间，无任何确诊的案例，互中国政府无注重防疫，后来尾也就袂得煞。若是提早2礼拜来采取行动，病例数量会当减少86%。毋过中国官方是无回应。在那当官人的眼里，就是一粒沙子吧，一根草吧。但是在我们家，那就是我们的天，没有它，我们再也没有幸福可言。中国最近的疫情大部分是由进口的冷冻食品所引起的，而且甲冷冻食品安全列做防疫的重点。中国专家表示，伫咧低温会当使用的消毒剂最近会做出来。新华地出现疫情之后，我们已经就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所以这一块我们低温冷冻的消毒剂应该很快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中国钢铁医师王君志嘛表示，今年以来会有6亿剂中国做的新冠疫苗伫中国得到批准就治。香港疫情方面，第4波疫情也是真严重，初时公布112例确诊，是1礼拜以来第3届確診數量超過100。我哋琴晚就確診咗112宗個案啦，咁當中咧就有12宗咧係輸入性個案。另外就係有36宗咧係揾唔到源頭嘅個案。若是這波疫情重災區跳舞群組是加17例確診，雖無病例數量有降低，毋過張德軍表示，這個群組上部有500人，已經拖去社會的每一個所在，要講已經受到控制是真惡。記者綜合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前一陣是打出一張澳洲的士兵要對阿富汗的囡仔掛拿後的網架。澳洲總理是批評講，這是一張看到會讓感覺真倒彈的假相片。不過事後，澳洲的總理態度有變冷，講也是會和中國保持對話。那美國這陣是擴大對中國經濟制裁，包括禁止新疆生產結成兵團進口米亞，也會將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履行簽證的期限對資本的10年縮短做1個月。一個澳洲的軍人掠到一個看樣的少年，也甲一支有火的刀甲拄佇頷骨頂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進前在推特打到一張澳洲士兵掠刀要對阿富汗的查某囡仔掛拿後的創作紅仔話，譴責澳洲軍人殘忍殺害阿富汗民眾，讓澳洲非常生氣。總理莫里森批評這是一張讓人反感的假相片。中國政府應該感覺見笑並且係實的，不過切沙莫里森態度向冷化，講澳洲目標是要追求兩國和諧共處。My position and my government's position is to seek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one. Australia remains committed to constructive and open and regular dialogue at leader and ministerial level to address the tensions that are clearly there in the relationship.中國駐澳洲副大使王錫齡認為，莫里森反應過度，反倒等候關於澳洲軍人殺害阿富汗民眾報告受到更加多注意。More people are attentive to what has happened in Afghanistan. So, and also people wondered why a national leader would have such a strong opinion to an artwork done by a normal young artist in China.在這時陣，美國也擴大對中國經濟制裁，徹底宣布禁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進口米亞，原因是因看涉強迫被拘押的維吾爾人勞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初三回應相關指控是假消息。
除这以外，美国联邦众议院车里无意见通过，未来外国企业连续3年无遵守美国审计标准，也是无法度证明无受外国政府控制，会禁止在美国证交所挂牌。这个就是中国企业。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是发表电邮声明，会甲中国共产党党员履行签证的有效期限，对原本的10年缩减到1个月。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关心国内国难国罪计划，国军新一代飞弹顺行舰，台船即马拍算要家己来做，嘛伫咧法人说明会对外讲顺行舰上新的设计，包括会当架3组飞弹的发射系统，4套发射箱，提供予向2、向3反舰飞弹来做使用。台湾上济也有载钓起19只。为着对抗解放军威胁，国军积极投入国难国资。不过，新一代飞弹巡航舰关键在中科院研制南用上列雷达，加整合新型战斗系统也未到位。外型舰有计在民国111年发包，而台船公司在上新的发射会公布东海巡航舰的各项图加武器系统，包含3艘飞弹随地发射系统加4套车式发射箱，按照任务性质在用2、用3反舰飞弹。因为吨位比较有限，所以现在它可以搭配的作战系统，还有就是对空的雷达是相对比较小的。先造一艘实验舰，这是各国在发展舰艇的时候一个很常见的做法。东海巡航舰原型舰造价245亿，台船积极争取，一旦原型舰逐渐性能符合海军需求，量产数量有计达到14到19只，未来会使取代现役的6级、4级、拉法1级主要军舰。另外，舰舰各自宣布动工了后，美国媒体直接用大标题写着：台湾若顺利建造8只舰舰，大约爱4559亿，不过会使摧毁一支中国的入侵舰队。台湾本岛地形的掩护之下，这种就是潜舰，它的确是可以发挥比较大的那个反制效果。中共一个完整的航舰战斗群，可能在12艘船舰左右，那就可以有效的抵消。军事媒测试记录到，中共军机早起2摆侵入咱西南空域，空军实施广播解距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500公尺的中共基地，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方安全，立即回转通令。共机到西南空域活动的状况啊，确实是有逐渐常态化的一个现象。咱军 P-34反舰机传出车3，搁再出动执行任务。空军虽然无评论，不过根据统计，解放军已经连续8天侵入咱空域，和台海情势搁再上升。记者宋华报道。反日本核灾区食品公投2年的禁令，顶个月底已经到期。那明年是日本311大地震10周年，日本希望台湾会当讨论敢袂搁开放。那经济部长欧米花是坦白讲，日本确实有影有互咱压力。那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向总统蔡英文发声，爱唔好袂记即届来主的假释。台湾反核灾食品公投2年后期在月底届满，日本希望开放核灾食品的议题，又再次引发讨论。经济部长欧米花接受访问时坦白讲，日本开始互咱压力。日方对这个一直非常关切，是。那有什么压力？有啊，对啊，当然会有，但是目前确实还没有讨论。过来在2018年大选提出反核灾食品公投，最后以779万票通过。政府在2年内袂使违反这个决议。即阵禁令届满，台湾是毋是使进口福岛5县市食品，一直拢是日本关切目标。尤其明年如果是当日本大地震10周年，日本方面更加希望明年3月11进前达到目标。对此，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向总统蔡英文来发话，呼吁蔡政府爱会记的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的教训。不要又跟这个莱猪一样，选择一天开一场记者会。然后透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做出对人民健康有这么重大影响甚至危害的一个决策。而民间团体也讲，辐射污染不是停留在福岛5个县市内底，在没有配套做好的状况下是不要进来的。辐射污染是漂浮的，周围的县市也有可能都有相同的污染。期待政府在这些不只是这个地区5个县市的这个把关而已，而是在食品的品项上面，应该也要去做一些检测、科学数据的提出。
民间团体强调，食品内底辐射风险毋是局限在特定地区，即阵地区管制并无法度有效管制福岛5县以外食品风险。政府必须多方参考日本国内甲世界各国对日本食品的管制项目检验记录，并且加入高风险品项管制，互检验数字公开透明，共同来守护民众健康。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来看，2015年新北市北新乐园内底发生尘爆，造成15个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其中有一个姓吴的患者向主办单位要求赔偿。士林地方法院昨宣判，相关的公司甲人员就要赔伊602万。这位姓吴的女性，伊受伤的所在包括伊的面、手、甲脚有2度到3度烧烫伤，毋但无法度做工课，身心也受尽折磨，所以伊提出告诉，讲百姓希望地方法院来审理。若百姓公司明知影讲设施取得使用的执照无经过观光局的核准就使用，还阁对外开放，也租予这业者来开 party。即马这北新乐园的董事，还阁迄天负责夜婚的人，拢着爱付连带的赔偿责任，总共爱赔这个伤者602万。若这也是北新公司和董事头摆赔偿有成的案例。专案即马阁会使上诉。来看高雄捷运即马要延伸延长到屏东的计划，主本规划是高雄捷运的红线对小港到林园会延伸到屏东。不过高雄市府即马是想要改做是地下化，工钱会起3倍。屏东县长潘明安是烦恼，安尼施做县府会真歹负担。高捷红线为小港延伸林园，佮甲屏东进行原本高屏两县市共适使用高架方式。不过高市府最近想要将小港林园段采用动运量地下化一车到底，那安尼连带影响林园屏东延伸线。高市捷运局初4早起拜会屏东县长潘明安，参详路线规划。因为技术层面很高，那需要讨论的空间也很大哈。路线原则上哈，大概都已经应该都是原来的一个路廊规划。但是就所有的那个经费面哈，跟工程技术面，还有安全面哈，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高雄市长陈其迈下晡无回应这代志，虽然高市府是因为安全甲便利的考虑，想要改地下化，不过屏东不管是要地下化，或者是屏东变高架，工程款拢比进前关出3倍，互县长潘明安烦恼无法度负担。高架因为低架的话，一定是在空气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下面嘛。对啊，在等候车子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很闷这样子。我觉得有帮助，就是可能在路上的机车比较不会这么多，对，然后可能停车之类的也比较方便。高雄屏东两县市对延伸线规划拢有因的考虑，会由交通部做最后评估。不过对一般民众来讲，不管是高架也是地下化，高捷延伸屏东应带来交通便利，拢值得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台糖公司用过专本地载甘蔗的5分仔车，即马转做观光列车。不过个欠点就是会造成空气污染。这嘉义县蒜头糖厂即马是开始要替5分仔车到排烟器，希望会使减少空气污染，提升观光品质。两台5分仔车发布，烟当讲的烟就一直冲出来，也毋过有到排烟过入去的这台烟就减足侪。为要让坐5分仔车的人袂阁闻到油臭味，嘉义县蒜头糖厂的5分仔车要来豆豆改善排烟的问题。很舒服，然后可以欣赏沿路的风光，没有烟的那个伴随，感觉很好。以后啊，到延伸到高铁的时候，或是到时候南故宫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污染的状况会更明显。那尤其是高铁或是南故宫吼，尤其像南故宫现在是我们的空品净化区嘛，那以后如果它延伸到那里的时候啊，如果民众看到黑烟的话，其实就是对民众的观感其实就有很大的影响。蒜头正定文化园区的5分仔车，单年载客量有将近10万人。嘉义县政府目前当地推出台糖铁路连接高铁的建设，希望透过改善5分仔车铁轨路沿线的空气品质，会当吸引更较侪旅游人数。目前我们这个蔗城园区里面是使用了4台的那个火车头，那这2台是由县政府帮我们加装那个滤烟器，那另外那2台我们会在变预算来做。那至于说在铁道延驶到高铁这一段，我们会在明年的6月
会发包，目前是在细部设计当中。嘉义县环保局表示，这摆5分仔车倒的排烟过滤器，主要是参考阿里山森林铁路所使用的设备，唔但会用伫网路顶面来检测，每一台5分仔车一年嘛当减少200公斤的 PM2.5。希望未来台糖铁路连接高铁甲故宫南面的时阵，会用提升5分仔车的观光品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如何？咱做回来看。在北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2度；中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南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东部16度到24度。金门平阳马祖12度到21度，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